文慧議員。多謝主席，多謝局方、學界、內地相關機構同埋旅遊業界嘅合作，同全力支持公民科內地考察。咁我有2條問題，第一條就係請問局長喺設計公民科內地考察行程內容嘅時候，點樣確保教育學習屬性同體驗同一般嘅旅遊或者遊學團嘅活動有咩唔同，同埋點樣衡量考察行程內容同公民課程嘅3大主題緊密聯繫。第2條問題就係留意到公眾呢都關注公民科內地考察期間學生嘅出行安全同埋衣食住行嘅服務嘅質量，咁同埋業界都有聲音認為公民科嘅內地考察招標嘅程序係價低者得，咁影響行程嘅質量。咁當局會點樣回應以上嘅評論？同埋喺遴選及監管嘅承辦機構嘅過程中，有邊啲標準同埋資質係要求以確保行程嘅質量？多謝主席。